小玉，你莫回来！会用的啊。假使讲你若肯答应我，从此以后无要搁出现在我的眼前，啊，搁有永远袂用甲我害，我会用帮你阿爹刷。小玉，你莫管阿弟啊，这个查某心肝足浪荡的，你千万唔通相信伊的话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答应你，永远袂搁再转来。你紧将我那点放开！你袂用走的啊！小玉，走。天水啊！天水啊！哎呀，天水啊！紧来啦，组长，紧来救阮人啦！紧甲小野扶喺面床顶。组长啊！组长啊！啊，迄个查某鬼！你别乱闹，因阿爹伫咱家。冯小玉，你出来！你唔肯出来？好，出！哎呦，冯小玉，我叫你出来，你唔出来？冯小玉啊，冯小玉，哈！你竟然目睭金金看你老爸伫这风拍风战，搁点点点唔肯出来。你哦，你实在就唔是人啦！哼，赶紧，我才看你要出也唔出啊！你叫啊！你讲你听，叫你走进来救你啊！叫啊！叫啊！叫！阿爹，小玉，你紧走，你莫吵阿爹，紧走咯！你听我好。小玉，小玉，你认命吧！小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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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花生我都看袂过，实是配得起。啊！让我来这套，武汉翻天。好，我嚟走！小玉，小玉，小玉，阿爹，小玉，快走呀！了命，了命啦！哎，你本来恶人真无简单，啊，得着五雷神武，伊无好好修炼，好好啊救世，医修内心，就会到以魔交加，残害心灵，劳你何用呢？心情，我知我唔对，我知我唔对，我求你，帮我一条生路好无？我求你啦！你放心，为是我将来是无杀生的，只不过。阿弥陀佛！哎呀，多谢先生，叫我不要惊，请你照顾阮阿爹，我要来找因报仇。小玉啊，这先生，我小玉受任何苦拢无要紧，啊，不过伊安尼对待阮阿爹，我袂甘心。就算讲我会互人拍你18层地监，我嘛一定爱报仇。哎呦，我这哼，好，真好。既然你这么啊怨愤我想想的，若是我死，把你家己一个留伫世间上。安尼嘛唔是办法，所以我就只好成全你甲冯小玉。假使你若是甲这杯茶啉落去，你就用永远甲冯小玉形影不离。若是安尼，冯小玉就永远袂过来甲我高高定。心肝是有够落毒，连家己阳神嘛要用毒药来毒死。小玉，我是伊用毒将你害死，我查某，我请你报仇。是的，我想
咱问个清楚。大，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你哪会讲你甲我无冤无仇？你想看卖？一个查某人一生所挖苦，就是伊的翁婿。我甲我一生所有的拢互张天水，我帮助伊做事业，我帮助伊趁钱，我帮助伊过好日子，想袂到。想要到伊今仔日有一点仔成就，都想要甲我带死伊。一口气，要叫我安怎吞下落去？要叫我安怎吞下落去？所以，我不得不将你除掉，因为我恨你，我怨妒你。佮讲一个查某人的心肝，你帮我做了开心。既然你爱伊，你为什么要害伊？因为我知影，我知影伊爱的人是你，甚至我愿意为你斗阵死。我知影我已经无法度通买回伊的心肝，我决定让伊死。是安尼，我毋是更加我欢喜的吗？将我害死我去，连天水兄你也唔帮伊煞，啊，讲阮阿爹你也想要甲害死我？因为我的人就是安尼啊。啊，阵若是我得袂到的物件，我真正想要得到。我绝对你无客。心机。洪小玉啊，你本性善良，不过你若是安尼做只，会加深你的罪业，会被拍落18站地狱受苦。心机，并不是我要安尼做，假使我若无杀伊，一定会加害天水兄。天理报应就在眼前啊！伊来害死你，上苍自然会甲处罚。只是恁三个人有三世因果，希望你会当以德报怨，放伊一条生路。或像我会当帮你超度，早因西方极乐世界。多谢圣经，圣经记得安尼讲，小玉只有听圣经的话，无要再对救。我要对叫。小玉，少爷，你太能害人啦！你对我登去衙门一撮。蔡爷，代志是安尼啦。这个张夫人害死冯小玉，然后伊阁想要害死这个张天水，谁知这个张天水无死，反倒转来想甲害死，然后你就走入来。代志是安尼啦。这我会记做者。哦，那你讲开，恁两位师傅甲迄位姑娘所讲的拢是真的？规场好好，无错。大事啦，是，将人甲我押上去。是。呀。
我抬您啊！我抬您啊！阿爹，小玉，我乖走，你这里安心去。阿弟会将你的尸体运转去。黄小玉，你归本位去。小玉，小玉。哎，不行啊，有人来啊嘞！哎，干嘛是小姐妹叫来？有可能哦。进来看卖。哎，你两啥出来？啊！多谢。喂，这小姐姐哦，真正有守信用，真正来救咱啦！到时阵，咱可会使出去外口，输个自由的空气啊！这边。哎，啊，迄个毋是君公主？翠呀，张天水，伊是安怎哦？伊将因某抬死，日头家己也起笑，即马关到衙边，我先来压伫遮，等候判决。行。哎，你有看到无？这吼叫做恶有恶报。请你赶紧回来，请你赶紧回来，莫搁创